Hello，大家好，我係 Vicky，而家嚟到天晉2期嘅1B 嘅單位，實驗面積係826尺，我哋一齊睇先。呢個單位屬於原裝嘅開則，冇改動過。廚房做咗兩邊嘅工作台面，入邊係工人嘅套房。另外配置一個工作平台，加強廚房嘅通風，減少油煙。飯廳保留原裝嘅吧台。客飯廳嘅闊度大約有3.4米，空間感十足，連住一個小露台，種下花草，晾下衫。開揚嘅市景，遠處仲可以望到山景。而家去睡房區睇下，呢度係多用途嘅儲物室，設有窗戶，有埋冷氣。靠近客廳嘅睡房呈四方形嘅開則，大約有74尺嘅面積。呢度係客廁，做咗乾濕分離嘅淋浴間，有埋窗戶。兩間小睡房嘅面積相若，約有73尺嘅面積。而家嚟到主人房嘅位置，浴室設有浴缸同埋乾濕分離嘅淋浴間，有埋窗戶，方便排走濕氣。主人房大約有121尺嘅面積，可以做到3B 落床。右邊呢個凹位預留咗衣櫃位，另外設有一個氣窗，加強房間嘅空氣流通。曲斜形嘅落地玻璃窗戶，望出嘅景觀極致開揚。廳房同向嘅景色，採光度相當之高。完啦！如果大家對呢個單位有興趣嘅話，可以 WhatsApp 或者打電話俾我啦。我哋下條片再見，拜拜。